好，我係4B班嘅陳心橋。今日能夠成為傑出風紀嘅候選人，我感到無比嘅榮幸，衷心感謝老師同埋同學們一直以來嘅信任同支持。我每逢係星期2同埋星期5嘅早上，我都會提前15分鐘嚟到學校，無論係晴天定係雨天，我都會企喺學校門口協助老師維持秩序，提醒同學們要注意安全。唔識同埋小息嘅時候，我嘅崗位係喺籃球場，我會主動提醒大家減速慢行，避免大家發生意外。喺擔任風紀呢段時間，我學識咗責任感同埋溝通嘅技巧，亦都係用行動嚟傳達溫暖。希望大家將你哋嘅神聖嘅一票投俾我5號陳心橋啦，多謝。